各位聽眾，這個禮拜咧，我哋嘅特別嘉賓咧是海見線內明星，今日咱嚟介紹一人先，嚟大明星，頭一個是 Frederick Lee 歡迎。Hello， 我是 Frederick Lee。Frederick Lee 咧，就是伊嘅即個main character，到底海見線內係一間做3年嘅歡迎。然後 Frederick Lee 畫名叫博雅。博雅對，博雅。伊喙只大個都爆咗一個人，然後有另外一間就是蔡妍歡迎，蔡妍你蔡妍或有是啦，我是妍UNN，有 NN， 你名好笑。我是蔡妍啊。蔡妍。啊，了讓聽到咁多看演嘅蔡妍啊，蔡妍咧就是做即個阿훈嘅大漢嘅阿훈，到啲喺見線內那邊咯。然後阿훈咧，讓聽到阿훈加博雅兩人嘅福建話就冇流行，是因為我就冇流行，嶺南頭流行咯。Hello， 對伊人咧就冇流行啦，對咱邊咧福建咧就冇流行。但是講人講嘅時候，人講嘅話時候似咪是我甲講翻譯啫。一個另外一個看咧，個另外一個看嘅明星咧，就是做少年嘅，少年嘅是，你是 Grace。少年的 Grace， 做舞你的 blue 誒，做嘅，嚟做嘅，做不嘅，伊畫面應該叫嘅，伊畫面應該叫嘅。Hello，對啊，我未記我嗰隻畫面叫劉怡。劉怡夠好聽啊！劉怡我出嚟名叫怡怡啊嘛，所以人就叫我劉怡啊，劉怡就幫我劉怡。哇，安尼慘哦，安尼慘啊！你後生就叫劉怡啊。係啊，安尼叫你劉怡啦，劉怡夠好聽啦。劉怡咁好啊！劉怡做嘅。劉怡做嘅 ，Oh my God！ 搞錯啦！哎呦，劉記冇點湯就好啉啊！劉記，哎呦，可憐，就好叻啦講。你個冇看到我嗰隻就是個勁嘅啊，啲名稱嘅。哦，名稱戲啊，算嚟算去。啲馬來西亞冇睇看名稱戲，去台灣嘅睇看我講。哦，歡迎。有真相哦。真相講我本相啊！歡迎劉怡。劉怡發條。劉怡去夾底。哎呦，夾底錯攞淡薄啦夾底。唔要緊話錯咯，好多日本嚟啊，劉怡。你劉怡是少年家啦嚇，你是做 Grace 啊，即係大哥細漢嘅大哥。我食一個小鮮肉都唔知啊。喲，小鮮肉白黐，我不愛。係啊，我小鮮肉個28歲呢，佢是 Australian 啊 ，Australian 嘅印度吧。劍魔嘅松嘛。你講都錯不啦？劍魔嘅松啊！哇！等陣我一看特別嘅邊咧，就是John Tan 是做。阿 boy 嘅，嗰啲戲男戲原來做阿 boy 歡迎阿 boy。Hello， 我是 John Tan。John Tan 啊，冇就叫做 Roti John。Roti John 是阿 John 嚇，是唔是係古靈嘅咧？叫 Roti John。Roti John 長嘅。Roti John 長嘅嚇，長嘅都係近睇啦。劉炳換啲小等嘅，佢知道就自己自己等到掉啦。哦，我個大開。哦，個大。就好正嚟咯，啲張。好感啊 ！Frederick， 我知你製了原來你出來你 closet 啊，你 closet 愛開啊未？愛開你 closet 啦，今日。我冇 closet 咧。愛開 closet 啦，你。哇！真老作咯，真老作。你 OK， John Tan 是，咱每塊 OK， 先我一人每先，然後都對去，博雅俾梅咯。博雅咧，你是頭一個人細漢到落去大漢嘅。我是伫摩拉加大漢嘅。哦，
到馬拉加，到馬拉加呀，馬拉加人。流行了，流行了。老我即晚咧，我講福建話咧，福建話咧，上加邊領人了。哦，這邊是咪 Frederick 拉爆料那能南方嘅人嘅口音，咪對人，咪對人。哦，因為你知安怎無？因為啲 KL 啊，較濟邊領人講福建話。哦，攏種馬拉加人啊，就好人無講福建話了，我即陣講福建話哦。你會知安怎無？接近邊領嘅安怎？你會知安怎？因為你無來咯。唔是。因為咱人好真強，咱人個會曉講廣東話，伊人袂曉。邊個話我唔識啊？都慘啊！燕燕，我冇係啦，廣東話都出埋你。哦，是唔是咧？南方嘅人講較濟廣府話，到啲吉隆坡嘅，แล้วกำลัง講福建話就是邊領人較濟。哦，แล้วtapi lah Malaysian apa pun boleh lah. Kami orang Malaysia, kami orang pun dia ikut. Satu Malaysia long中半湯水。Ya, satu Malaysia kalau 半湯水哎有講嚟啊嘛，能明白你講係咪對啊？Malaysia boleh lah, boleh lah。蔡妍你是馬來西亞人唔啊？我是馬來西亞人。哦，泰國人嚟。泰國人。我泰蘭啊 ，thank you 啊。一時薩瓦迪卡。誒，我就講上海咯，我就講上海咯。I'm from Thailand to Pontian 啊。哦，Pontian。กรอบหนาวนี่ค่ะกิ้วแล้วนี่มันของกรอบนี่ค่ะนะใช่เหรอนี่มา哇，將你真夠講哦！我講嘅是咩？我是亂講。阿 John 攰住企啊嘛，阿 John。我咪是做我哋叫 Roti John。我咪是做嘅，我咪是做嘅。我是古國人 Pontian。誒，你是係咪人 Pontian 到嚟 Pontian 啊？Pontian lah, Johor Bahru, Johor Pontian dia Indonesia. Indonesia is Indonesia made ah. Elah, tiada lah. Eh, ya ciong Indonesia made, okay? Ya international ciong Wah, lắc强哦。所以你是做荷蘭，我講那個咧，我是馬來西亞人，我是對，แล้วรู้ทักรู้ทักตอนนั้นแช่จริงจู่ๆทักตอนนั้นแช่เอามาแช่咁你讀鄧南斜哦？我是讀鄧南斜，呀，我嘛是讀鄧南斜。對啦，老姨對是華校，老姨是讀華校的。我的學校在檳城啊。你下來，講你兩位老姨有讀什麼？頂到讀老姨啊，老姨頂到啲邊人讀銅山呢，讀個6年級就去。呀，雙師大年搬去雙師大年哦，什麼大年？新民學校讀中學，and then 我是潮州人，老姨，福建人。哦，老姨潮州人哦，我是潮州人，所以啲邊人可能人哋個會曉講福建話。對，我潮州人誒。哦，我你咪是潮州人啊？我嘛是潮州人嘅，華民眾是潮州人，華裔潮州人。華裔拄着老姨都是潮州人，較真紅發絲又無相講。老姨拄着大老姨走啊！蔡妍呢？蔡妍你是咩人？福建人。蔡妍啊？蔡妍是福建人是。哦，即真福建人啊！金門甲我是金門頭下門嘅。哦，金門頭下門。Roti John 呢？ Roti John 都到大漢。Roti John 我到阿羅沙大漢呢。哦，阿羅沙是吉打嚇，我唔是檳城人，我到吉打嘅吉打鼓。吉打鼓，吉打鼓啊！但係在食可能知啊。就是啦，較坎坷呢。你到阿羅沙。Roti John 是福建人本嗬？我是福建人啊，我是阿羅沙福建啊。阿羅沙嘅邊咧福建咩像啦，北項啦，像啦，差唔多啦，same but different。當然別咧福建較像講潮州嘅啊，講泰啊，哦，較超過，人哋話我上地嘛，北項我上地數，係啊，睇你上風吹掉。汪食梅，攏食無啊嘛，對。無汪食梅，我那是食梅，我們食梅。哦，你食梅是潮州人。嚇，食梅潮州人。邊啲是食梅？食無。啊，食無。汪食虎，攏食河。汪食河。
我食王讲鸟鼠，王讲鸟鼠，龙讲鸟翅是哦。鸟翅，鸟对啊，我叫鸟鼠，就那我的是鸟翅，哦，OK，我叫鸟鼠。所以音都是那边不像。個有咧，個那我們來上課。個有南方嘅人咧，南方嘅人咧，人邊頂人就叫大啦，你大到落啦，然後南方嘅人咧就叫徛，人卡較水啦。徛，你卡對，我可能卡卡有爛，徛。對。你我人聽講冇只隻南方嘅聽講，我人聽講只是基本有台灣冇有啦，新加坡冇有，只是基本有特別有南方嘅聽講啊，有咧講嘅啊，吉隆坡嘅冇有聽，所以我人唔要緊，我人聽關係啊，老鄉冇有聽。嗱，我也有聽邊啲嘅福建話咧。哈，你會哦？我早早未有聽咧。哦，真係有啲參朋友就係做一隻戲一個有聽。係咯，對啊。哦，特啲聽。其實冇講政策就係濟啦，你若是講你會知道啊，你知道人幾若行款安怎講成，人講啊 A 還是 B， 你人講 A 也袂嚇，你差只濟咧，你幾若行，我那是幾行爾咧。哦嚇，幾若行，你講幾若行咧。是啦，邊啲學經級歪來歪去啊？哦，邊啲係那係 element 啦。啊，雲南咯，對。很多就咪話。女啦，你女來女去。係女 ，hello 就。看女咯。hello 嘛講假咯。假咯，哦。對我假咯，咖喱咯，切菜假咯。啊，袂咖喱佬，個人仔上面啊，袂咖喱佬。我叫咖喱佬。咖喱佬。什麼是咖喱佬？啊，袂做好事啊，我老誒。不諗攝啦是咯，哇！福建人未曉咖喱佬啊。什麼是咖喱佬？還沒找隻句子就曉。就是講造句就是講人。OK， 人問我，你要教英未？未啦，我咖喱佬啦，找我朋友幫我。我咖喱佬啦，十劃都冇一撇。哇，對，咖喱佬。哇，會做好事，十劃都冇一撇。因為咖喱愛資金股嘛。對喎，咖喱愛資金股嘛，就咖喱佬咯。而家等陣我翻譯就，咁咪咖喱咪煮隻股。假拎嚟個打邊爐咧。係咧，呢個就正三拜咧，正三拜唔是正三拜，咩正咧零八咧，佢咪杜面，佢咪夾椰椒、神蛋頭、神蛋杯，正夠豬，咪咕都夠豬啊！我夠豬，我特啲這邊嚇，我係厝呢美國誒走卡豬啊，就炒都咪走水果烤為豬。講出嘅話，走出去炒波並豬嘅食。咪姑，你在美國啊？有人甲你講敬話無？我就是講啊，我就是無咩人教我講福建話咧，所以了後，我就少年我嚟正讀就係呢一年大正了後，安尼久了時我少年福建話，那就是他是起開始就做一個節目咯，招我等我到中午起來拍課，但做安尼一年而家10幾年了。哦，做10幾年了，我人當今都人聽了嘅這個 episode 是第612個 episode。600幾啊？600幾啦，那是特禮拜一到啦，拜一到特禮拜一放。那是講人是特啲 Astro 嗰邊過來嘅聽講咧，เรามาหาวัง講東講西下就人斜見เรา斜西，我人是係咪咁講嘅咯？所以那是你俾佢聽你聽到呀，如600幾就聽個如羅尼，特只聽就全部羅尼咁聽啊。未曉本聽個會曉啊。對，我這邊 actually 有一間阿毛，人叫做伊是一個 linguist，到啲 New Zealand 嘅，伊 study 伊是阿毛啦，伊是讀福建話 study 咧 linguist 咧這個話嘛，然後伊就是聽邊個福建嘅 study 起幾個，邊個福建嘅特大 episode 們聽，迄了寫伊做出一本嘅字典，寫出無相嘅福建話。哇！係咪 London English 啊？啊，伊是 New Zealand。啊！誒，等下咪姑啊，唔是咪姑 ，sorry 叫做家己。羅蒂莊，你聽到你大漢是到底他咪學等，你到底幾大？我是志華嘅囡仔。志華嘅囡仔。Yes，阿拉斯加第一出名嘅中學。會死。我會死。
特別正頭車冇講正舊啊，一參就叫這出名學到個未歹嘛。啊，你歹勢哦。對啦，大澳本去未歹大澳嘛 USM 邊咧。哦，你到 USM 咪賣出。哇，你 USM 啊，安尼好了啊，你。哇，你談你 call USM 對啦。打神經科啊，我都早知佢做緊你搞。啊啦，你知唔知打神經科你按咗做銷啊，按咗講啊，小三哎呦，習慣了啊，習慣了。喂，爸爸做我 USM 對面啊。我 USM 對面哦。啊，對哦，到底我你啊，一間你在買咧咩？啊，你話哪隻那是簡單，唔知咩 Yellow House 上面下邊後背。啊，我知。啊，對咯。我都會記哦，你會記哦，你估？我當今咪人多下面個，所以我特年一年對一道。哦。特別其實我是到啲鄧仲門啊大漢嘅，所以我較識鄧仲門啊啦。你是鋪阿伯啊，到啲中間度啊，下邊我是冇較冇乜識。當今咪你講都會記啦。八都會記啦。會記，我特年有對邊嚟嘅。Yeah, very good 啊。但係迄批嘅地方，迄間阿芬嘅厝是唔是伫鄧仲門啊咧？誒，當下我啷得到去？鄧仲門是有女人嘅厝。哦 ，sorry。哦，你講我係記呀。佢是三年嘅厝。哦，三年嘅厝啊，仔嘅厝啊。唔是邊啦，我真係唔知哦。我見到就知咪姑是有女人嘅厝出嚟。哦，是有女人嘅啦。冇啦，白女咪姑。冇啦，拜厝呢，講國內定得大漢嘅事，講國內 Southern Bank 嘅別做。OK 啦，當今我每路人啊，即你安怎細漢嘅時做，甲當今大漢就變咗做明星去呢？就是人講。冇想到嘅。冇想到誒，你成日看。冇想到嘅咧。哦，我是參加伊個採花行業出新秀。哦。แล้ว頭一兩年嘅採花。一兩屆嘅採花咧，我是要愛參加嘅，了無打。哦，冇啊是，了無胡咯，家己講咯，橫掂家己無胡啊，咪參加咪上了啦。完了在第三屆哦，伊人嚟找我。哦。了我就參加了，就冇想到會拍完咯，了拍個一陣咯。這是吉隆坡嘅下子。吉隆坡嘅。即你到底馬拉加大漢呀？你做工嘅時，你去吉隆坡做啊？還是到底馬拉加嘅時個參？我喺吉隆坡讀冊，讀 interior design。哦哇！呀，แล้ว我做了5年，做5年 interior designer。得一間 interior design。嚇？得一間林國都啊？冇，林國英貴啊，林國英真貴，偏貴啊。特別起啦，特別起到功能片嚟咯，你看你嘛。佢這邊啲葡萄是酸嘅。誒，對，是按看人寫呢嘛，等人寫呢嘛。你呢 ？Sorry, Frederick。แล้ว我就讀一款細間嘅咯，是 focus interior design 啊。哦，你做 design 呢？幾年本啊5年你講？做了5-6年啊，你看啦。你有那做到哪去參比賽呢？嗱。Yeah，baru 我甲 change company 哦，做一個月我就去參加比賽了，我頭家被打。哦，你當然做戲做到久本。後面有白骨地。我做戲，今年13年啦。留意做白骨地。13年。留意做白骨地，就冇驚白多有梅灣媽咪我冇有白骨地。留意到這樣嘛，做一工就是啲做主家。特別講嘅，你做戲10幾年啊？你做戲當今你當人名咪做李忠。李明忠。是到底得一個做翕戲較濟咧？佇 KL 咯，然後即陣舊年有去台灣咯，去台灣翕幾部戲咯。你淨啊？阿未出嚟，阿未出過。未出咧，你出過了最近翕嘅戲上面咧出過咧。哦，東京你出咯，
出家一半，出家一半。你成個放西呢？放西，你出家一半。我都聽到沙拉，你講你。咯，沙拉啊！當今NTV7 大概拜一到拜四暗暝9點半。哦，NTV7 嘅NTV7 Malaysia TV station，呀。也戲名叫新聞。哦，新聞。新聞。新梅新聞。新聞啦。新聞伊班冇翕啊，伊班冇拍嘛。伊班佢哋拄着鬼，即就是佢哋講鬼啊！老姨拄着鬼啊！老姨就係講到死啊嘛！老姨拄着鬼，老姨輸啊！等陣啊，我這種會記老姨嘅面了，老姨一點都未老咯。老姨一點都未老。姐，你終於知道我啦！囡仔囝，你看咯，囡仔查某囝。誒，講真咯，我大過人家了。就是蔡妍啊，蔡妍。你大我老姨就是老姨。蔡妍得大啊。事實嘛，這是事實。蔡妍做大啲。老姨嘛。蔡妍做大啲啊。人看你安尼水啊，白爽啊，叫老姨啊。哇，就蘿莉，啊邊個蘿莉貴是裝蘿莉。即是得大人這邊蔡妍啊講。唔是啦，我較大啊。蔡妍你比較成熟呢。哦。蔡妍得老。蔡妍得。冇咧，我上細漢呢。哦。真係細漢呢。你是講。個啊。你係啦，啷個？I think 我看。唔知啷幾回，等我笑看。唔係使猜啦，你看你物件叮。你猜啦。你猜啦。我未。蔡妍，你叫人猜哦，你食開嘅咧。是啊，我係先是較成熟的。你食開嘅咧，你叫人猜啊。是啦。你有冇見過嘅？還咯。未使猜，猜啊可能知。啊，咱看個我唔知看呢，咯，即個蔡妍呢，你幾時做開始做戲嘅呢？哦，幾時開始做戲啊？我是徛新山嘛。哦，伊徛個較水。你要搬去新加坡？我徛新山，然我就去新加坡咯。嚇！我去新加坡讀 performing arts 咯。哦，跳過海，跳 performing， 哦。跳海就免跳過海，行路過就使了。有橋。小水。咁樣叫嗰個爹啊？Roti John ini, tapi Roti John datang, Roti John ni kêu. Roti John ni kêu. Roti John kami bentang lah. Yeah. Okay. Let's continue. Kaki sensor, main sensor, pernah hokkien. 我嚟新加坡讀 performing arts，我就做 theatre。哦。我是 theatre actress 嚟，then 我做 movie 啦，then after that 我去KL 做 TV。แล้ว我即陣我再 come back to Singapore， 我就徛喺新加坡，我嗰時喺新加坡做 full time mother 咯，part time actor。你當然做戲，讀冊畢業啦，做戲落久啦，當然。畢業12年了，差唔多12年咯。本是做戲做12年啦。你讀 performing arts 嘅時候，你細漢時到啲中學啊，還是你有興趣嘅，可能咪叫。什麼代志？安大聲？得落去邊店。唔呀，愛小歡出去唔呀，你有你係唔呀？我當今買行入去。哦。當今行入去，你人講唔要緊。你細漢啊，蔡妍，你細漢到啲讀冊時中學時有興趣做戲本了啦。我哋中學嘅時陣，我就是drama club 咯。I see。Hello。party。我聽無你講話了。誒，聽無啊？當今無哦。聽無，當今無哦。OK。咁啊無戲啫。Cedric 最大聲了。我呀，你個隻行去無靠小歡，你行去無靠小歡就會了。你啊，當今 OK 啦。老姨你幾時開始做戲嘅？老姨啊，喲，陳年舊事咯。我18年，actually 我18年冇戲票。
哦，所以係幾時落時？係幾時落？我是18年重新嘅復出第一部戲。18年第一部戲嘅第一部。嗰時我係大查某囝嘅兩歲，我交我一出去是喺廣州，加溫秀倫加李子，佢哋嘛在對來都有 pregnant 我大寶囝，所以冇辦法，所以就 give up 了。所以就生咧，所以我都個在嗰對來咯。After 18 years，so because 你哋人 open casting 時就打電話問我有興趣哦，我就講都加用我就加協咯。我18年唔捌協過，佢講福建話，福建話未必都嘢嘛，唔捌協過嘛。所以講加用我就加協我講。我肯定會會咯。中間真大膽哦，有血咪夠有血，大膽哦，有血啊有血啊，有血大大。我是講劉姨有血 ，sorry。劉姨有血。劉姨有血冇？劉姨有血，劉姨冇血嘅啦，有大粒。大粒。劉姨有血冇上嘅，劉姨血就地劉頂嘅。所以係幾時落我個冇睇看 Frederick 睇看了，我一看到了我冇看到個。特別係 Frederick 看了啊。我看了咯。老人已經我冇睇看。佢帶到個月4號就睇看了，讓聽到講是個月4號就大家會使看啦。讓人先去看看我呀做戲做安怎啦？劉姨做雞做安怎啦？John， 哎呦做雞做一路積壓嗰個。看做嗰啲苦嘅咯，騎嘅咯。坐人車開卡。對啊，推人車。誒，特別翕得真水嘅，我講伊卡得真正水哦。水。因為我翕70年代嘛，攏翕是2017年代哦，2016年代嘅，所以我是70年代嘅。真係水，所以我係卡得個 yellowish I think。你特別看，然後讓各位聽眾，咱就是要注意看，你別看劉姨做雞咧，咱特別去到5月4號先看。5月4號走去迄台馬單海幾時來單了安怎呢？頭一條就要甲伊單舉條，甲咱嘅面做只翕小影，翕咗小影走去 facebook.com/Penang Hokkien， 就是 Penang Hokkien 嘅 Facebook page 位啦嚇，去看到一個 post hankies and 個咧 giveaway 嘅 post 位。到啲 comment 嘅裏面，要見到啲 comment 嘅裏面 upload 兩嘅小影去，然後 hashtag #YMTWTM， 就是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啊，加 #BGHK 頭8條單咧都有攤一條斑鳩，啊無就是一個個咧加斑鳩咧是真特別咧就，伊是有海基線內 logo 印條嘅，所以按照講8條單咧，唔是8個人咧。就是看咱嘅小影裏面有幾個人，來說你小影裏面有9個人，差唔多條單咧，你都賺2個機會，賺斑鳩還是賺個咧？成來咧就賺景愛賺斑鳩還是賺個咧？那是較換來咧，村嘅下面當就賺下面啦嚇。那是講你無5月4號去看，係幾時來？你會使等到5月11號，佫有另外一個機會賺個咧，賺斑鳩。那是你到底面朝伊無賺到咧，免驚。你到底5月4號。到加5月12號，你可能是你那時候啲 Snapchat 裏面有對話咧，你個有趁機會趁斑鳩，趁個咧個。因為我開始趁你個咧，然後我被吞落嘅是個被。我趁咪貴使哦。咪貴別見啊！我對起個咧，對起個槍，個咧是係咧。哎呀，安怎講啊？啥你拗嘅啊？特別是鐵嘅，伊鐵嘅咧，多你咪拗。當湯類啊，是有啲人泡咖啡到啲裏面啊，伊只寫多咧乜呢？個咧，伊是 enamel 裏面有鐵，然後外口有包上啊啲鐵盤啊，當盤，特別叫當拗。聽無咧，我聽未了。我自己本無明白嘅，唔捌聽過。誒個咧唔捌聽過啊？個咧有可能我個老冇聽過。個咧，我嚟上樓是阿 John。啊啦，可能實我唔知啦，我啷幾年出事嘅70幾年哦，啊是我70幾，我76。啊哦，你差唔多我74。我哋74。哦，我嚟是阿 John。阿 John 地老係咦，阿 John 你大我真大。我是大姐，都是老姨地老。73年的。哦，哎呦，小姑，哦，咱差唔多上咯。小姑。嗯，36、7咧。嚇，嗰時落地 John 上細漢。
哦，对啊，小弟弟来的，罗迪忠。我冇笑過嗬，我嗰時第二名係後生咧。馬仔使背字咧，馬仔咧，我是第二名係後生咧 ，Patrick。哦，馬仔使背字咧。嚇，句號咁樣講。設立咧，沙士設立，沙士，不沙士立設，沙士立設投標。冇一學投標啊咩？哦，我出字啊。浪漫講邊咧學嘅冇介紹，如何攞硬鋼字啊？冇一學攞硬鋼字啊。啊，二文，劉以三啊。劉以三啊，阿 John 是時嘛，我是勒嘛，英英是切嘛。哦，沙士勒嘅阿 John，阿 John 冇換，阿 John 冇換啊，阿 John 幾多次會多多？我記住，阿 John 白了，所以那能咪 include 了。可憐阿 John，我們要欺負你啦，我係欺負你了。好啦，等晚時間咪就咪咕，陣間咪就我一定喺健身路那邊欺負路人嘛。哦，是啊，哇！一發燒啊，一點多咯厲害啊，都看到。哇！真是攏無敵啊，嚇，無聊咯伊。我看到我你看個幾多，咁樣佢兩冇佢丟個多個自己嘅走。伊多就掂咯，你多丁本背咁啊。actually 掉一嚿煙咯，掉掂咪是掉一嚿煙，破就係，是啦，刺激太多嚇。but that scene very interesting。對。嗱，而家集班嗬，集的。應該會集你剔啦，應該會集你。集你剔哦，特別真正攞你剔哦，你剔下了哦，我看你都個風路直啊，走嚟去，為掉啦行，為掉都走啊，都人哋笑住佢。為掉路啦。對比乎啊。誒，攞特別，仲有對比乎。你攞特別去看，你先是唔是只人特別嘢讓你？對，阿 John 發燒咯，好一點哦。阿 John 發燒，阿姐姐，咱咪大哥 Steve 一就追加條邊拗，攞人哋笑咩？對，了個有。係你咪大哥啦。啊，係咪嘅？哦。係你小歪。啊，對，伊老伯啦。啊，對老伯，對，伊老伯笑咩？了Steve 是話老伯。對啊，對老伯咯。我就是大哥啦，然後再叫我大哥啦。唔係啲特別第四行就叫做大哥。係咯。誒，John 嗰啲戲入邊叫咩名咧嚇？阿 boy 咯，阿 boy。阿 boy 啊，阿 boy。Patrick 是大三年。對。燕姐是阿หุ่對。老姨，按照你叫我燕燕姐。你是燕燕姐啊，你是電視圈裡面的燕燕姐啊。路人，我很尊敬你們的，我是你的子女。對啊，我很尊敬你們這些老輩的。老姨，哇，老姨講話，老姨我咪老姨嘅啷個了啦，老姨 boy 啊，啷個了啷阿 boy 不啦，羅迪莊嘅菜人，你啷做只翕定之翕嘅事，啷就啷無像一個先做只是唔是甲老姨咯？甲老不相信。哦。是啊，我甲老姨冇對調，我冇該對調佢，我唔知演翕。哦。because totally different 咯，是70年代嚇，我70年代翕了就伊人翕。一定冇翕性啊。70年代阿훈18歲，70年代阿훈18歲。羅店長講咩？所我冇做18歲咯。嗰陣時我只見人睇90年代翕到當今咯。哦。我特見個人嗰度有對調戲。哦，都對調戲㗎啦，都對調㗎啦。我嗰度有對調。有對調啊，有對調演員。阿 boy，你 at the end 唔是做實施啊？係咪？哎呀，未使講，睇做咩去聽看戲？未使講，未使講，咩講佢4號4去看啊？講人就冇人買票去看啊！你又冇人聽過咧？阿 boy 無事就留意思啊！哎呦，留意無知嘅話，佢是4半㗎。留意，攞特別去看，攞特別講，因為講起這出戲啊，我依個話題咧是。我正經嘅咯，有一個，然後我感覺到頭一出邊咧，好像是我嘅戲啦，我冇想到伊個話題人嘅簽咯，所以我真歡喜啦！我看到嘅時候，我感覺到哇，即個話題是平常時咱冇成日電視機會安尼硬講嘅話題咯，因為咱問講電視機會啦，
問講戲大，咱干啊。家己出來嘅人，嚇都無講起安尼款嘅物件，所以我講到，早幾禮拜攏跳啲你學見落過，就是講家庭嘅故事，出來嘅故事，呢就是有人時出來秘密啊，講無講出來，互人聽，特人出來冇人款嘅故事。แล้วก็另外一個話題就是講小人，我問個落去講投降嗰個話題啊，就是講到小人安怎，呢即出戲入面有講到這個話題咯，即咱看到伊個。script 嘅事啊，我係感覺到，做咧頭一擺看到伊嘅時，講哇，即個講嘅話題嗰時真係淺喎。當做戲明星嘅時，看到伊嘅讀到伊嘅故事先，啷感覺咗？其實我看到第一個印象是哇，伊個話題真重口味啊！真重口味啊！老師講應該，我唔知是唔是較早中興時嚟。除我是真的是2-3年前噶啦，嗰時我個未曉，我個咧後面個咧未曉，我都加大學畢業出來，佢平時係咪試過我唔知。呀，那伊講這個伊愛找一個人，有淡薄歹做，伊家己來找我，甲我講淡薄物件，咧2年前嘅年尾，伊就帶我去做一個 test shoot。哦。呀，係是我一個人呀，恁係是我後面個咧本未曉啦。哦。confirm 無 confirm 我談一個阿婆嘅家，我本唔知。哦。有淡薄驚本啦。了你使講你去你做時是做咩先，還是無相嘅先？佢是無相嘅先，因為伊甲我講是伊是愛翕起來哦，愛 present 互investor 啦。哦。咩物件？你我講咩你有參加即個樣嘅，咱做迄個戲台，不是戲台，迄個戲班戲是到啲 Georgetown Festival 是博雅已經有參了嘛？是唔是？博雅是唔是還是做到啲 Georgetown Festival 是有做了 ？Before 做了啊，所以還是你去即個博雅都知哦，還是做即個戲班戲到啲酷公司是做是都知哦。我知。博雅呢？博雅有知啊？還是？知戲名呀。哦，知戲名嘅啦。OK。然後我知伊嘅 story，actually is 伊嘅stage play 嘅 story 甲 movie 嘅相。對。一陣頂一禮拜人甲迄個蘇中興嘅伊即個有忽嘅。導演講話時咧，伊就講起人即係其實寫起伊即個故事，伊用邏輯嚟寫出來嘅故事誒，你未聽到呢禮拜嚇？你寫出來咧是特別貴，你一年啊甲攤做到，你成寫是寫何電火戲，特別電火戲無機會翕到，然後伊就做行去做即個戲名做了時個。只有人興趣看真正好，แล้วก็接去個再去做電火戲就對咯，意思教人講啦。你做掉你咪是成日係你安怎除掉你做呢位啊？即係做生意啊？做生意安怎去除？哦 ，actually before 這個海基線咯。應該是5年前5年前中興有找我做另外一出戲嘅。哦。但是咧，迄陣因為 schedule 嘅問題啊，冇做到咯。哦。然後then 伊 insist 給我一個 movie 咯，就是這個海基線咯。然後 after 2 years 了，伊就拄到我，伊講有一個 story 想來找我。我講好啊，了講到3年了，3年過了，4年過了。然後就伊就甲我講，我人未等 movie 啦，我人就做 stage play 先。哦 ，I see。我講好啊 ，very good 啦，等我人 at least 我會 practice 咯，我會使 practice 淡薄咯。真正好本來伊個即個戲台，不即個戲名戲名。是。蔡妍。蔡妍困去了咯，蔡妍咧，都困去咯。蔡妍安怎接到這出戲咧？中興嘅 producer Leonard，我捌真濟年了啦。
Lenity 係啊，伊問我啦，但是我是 part time actress 嘛，我是 full time mother 嘛。我佢講袂使啊，我無力啦，我看緊啦。then 你過來一擺、兩擺，我講兩兜，我講袂使，三兜袂使。原來。after that， 哇！佢講 OK 啦 ，I try 啦，我帶我囡仔去做工啊。呀，我帶我 mother 帶我囡仔去檳城咯。準備 holiday 哈。我講宜蘭 holiday 啦，我 stress 啦。我講歡喜你做咯，人哋看一隻感動嘛，佢嚟先看好就是你演得真係好啊。啊，你看了啊 ，John？ 看了，我看了，我冇看咩嚟知啊，講事咧。哎呀，是我甲阿蔡妍未看呢，由伊甲蔡妍未看。哎呀，我未看，我未看。你要見到各位聽眾講佢4號會記去看啊，人哋明星都未看過。哎呀，真係咧，嗰度有通看。是26嗎？因為我伊個 producer 叫好我嘛，因為我就看了，我甲伊講嘛。佢哋 producer 我卡掉佢未了。喂 ，executive producer， 嗱隨浪咯，嗱我隨好人嘛。講我講，伊講我講我無興趣俾項目度人咯，做過這些嘢人。伊講會使啊，伊講會使去隨伊個導演啊，隨伊個做戲嘅嗰啲明星嚟甲我講話，所以隨到路人咯，有歡喜路人起來甲我講咯。然後甲我講話時，你往時咪講佢個旋轉啦，俾你去看嘛，個幾時號時去看。但邊啲嗬，我俾聽落嘅後尾做戲，後尾告訴趣味咯。對，你我俾你阿蔡妍，你這個你做這個角色啊，你感覺到。哈咪物件趣味咧，你 interested 的搭一條，這做阿훈嘅這個。我想阿훈這個人吼，OK，這個角色啦，吼，角色啊，安怎講？角色變做角色嘅話，角色哈，伊有淡薄像我。哦。In certain way，伊嘅 insecurity 甲伊嘅。伊真濟，伊 very disturb 啊！因為我迄陣我得病啊，我有產後憂鬱症啊。所以我感覺我家己有安尼款嘅 stress 啊，安尼款嘅 stress level，其實係上我嘅，伊款嘅 stress 啊，伊無變 let go 真濟物件，because she's not very well。有咯，其實伊個名吼，算起來每時真好，我會記伊講過一句話是講伊講阿婆有媽媽曬樣是也是歹命人哈，是算歹命人。我真喜歡做歹命人誒。做戲不要緊，做戲做歹命，夠是啊，我感覺是唔知安怎。真濟 director 喜歡 cast 我做歹命人，你搞好，我快好命啦！你搞好，因為都歹命面啊！歹命面好多，我真好命咧！我真執着誒，我執着誒，所以我感覺我真好命誒。呀，演人真執着誒，有影，這是有影，這是有影。我感覺我真好命，但是 director 喜歡 cast 我做歹命人。哦，你搞還好你反串嘛？搞錯，他反串。對 ，realize，cross stress 啊，反串。對 ，realize 是真好命嘛？你叫你做歹命咯 ，challenge 嘛。冇啦，我感覺是吼，做戲咧，伊有一個對我來講是真好物件，就是你伊會使吼 touch， 伊會使感動到咱人嘅觀眾，伊會使互你去想，會使互你入去一個 fantasy，互你互觀眾互入去一個無常嘅世界。伊互你一點嘅時間咧，互你袂記你家己嘅物件。確實有真濟人咧，伊人無變好誒。真濟人伊人拄着物件，伊人袂曉 express 伊人嘅 emotion。伊人袂曉 express emotion， 你來看戲，and then 伊有一點感動着你就喊出來，安尼你心內都會較舒服，對無？較爽啦。我感覺有時伊 usage 就是這邊，伊互你伊 induce，it makes you
think, feel, touch, cry. Yeah, give you time to release yourself 啊，伊好多時間去放開你自己。因為暗嘛，伊看無人嘛，無別人喺邊嘛，你會使 release yourself。你使放開你自己。咱會使家己20分鐘去切目屎啊。對啦，你咁你切目屎，外口無人看到嘛？啊，你感覺這是一個真好誒，互你放鬆嘅空間。我感覺咧，個另外一個講到就是家庭嘅愛咯，即係當家庭嘅愛。無插愈好還是無好，後尾到來本是做家庭兄弟姊妹甲爸噶嘛哦。嚇，海基線路真係是安尼款，海基線路即係故事，即個家庭，伊能就是無管伊個情況是偌歹，伊能就是愛對方嘅。會啦，對。你人咧，別人，你感覺你家己角色有蝦米特別？你按怎去翻譯你這個角色嘅？所以聽無咧，你關轉。別人成個博雅甲羅迪莊甲做嘅做嘅劉姨，可憐我劉姨。你看你角色做了時，你角色完轉，你講下你。我角色就是唔咪講話，我係有票客人就講，我係有表人，我係有小款，有情格地，喺度有啊嘅，嘅落禮拜去。特別有你嘅小妹。話講真嘅，我接觸佢啊，我冇咪講冇咪這話。是連路來嘛。啊！你先我用白椒做戲呢？哇，對啊，劉英我用白椒嘅用少款，啲少落自己款，少兩個笑。想人卡少款呢？我未學少款呢，我未咗我笑，我未咗看，你認為我講啊叫少款啊？我講我有半就好了啊！我講我一真有半到嘅，哇講啊笑咧就叫我讀見得佢咯。哇！But very interesting 啦，好笑，有本，是啊，一本，呀，小款係一本嚟啊嘛，讀搬出嚟就是小款啊嘛，唔是啊？你冇叫博一教你本啊 ？Oh no! Oh no! You want to learn? 做壞人喎。我是正經嘅，正經嘅機喺度。係啦，正經嘅。啊！冇阿冇人冇阿冇搞美術教啊！阿冇教我就是我教正經。哦，你夠勁啊！夠勁啦！你看咯，舊時你看咯，我唔再學，我用白照表能夠教了啊！對，嗰個時候有經去看，แล้ว我俾介紹啷校長，忘記校長啦，記下來啊，校長歡迎。Hello， 大家好。Hello，先生。Hello， 哎呦，先生你好，我是明忠，我是明忠。你人鬥嘅嘛嗬？人鬥誒。哎呦，你叫另個你John叫後面John呢？落地John，聽啲我冇歡喜咯。我唔要緊，伊 OK 啦，前輩冇想。誒，攏這是唔是頭一擺攏咁了，安尼一人攤就是會講話。是咯，頭一擺呢邊咧會有啦，特別正少咯。喂 ，OK 啦，當然每對正經每對落地裝咧，你看你家成咗？哇，頭一項中興來找我是，伊嘅條件就是每你會偷衫會偷褲。OK， 我已經講過4號，未去看落地裝，你看一坨色條。我伊來找時就問啊，即個人伊會吞褲人行來行去哦。你亂裝你都咁揀啦，還是你咁叫哎呦死人裝，你還是我無啦，我關事啊，大擺咪是無成衫無成褲行來行去嘅。哎，嗰陣時本啊，是講因為佢係了是把路出來嘛，那時有出啊，我家己一本寫真集嘛。哦，一時就我除掉了。
哇，有看卡吹啊！我有看卡吹，伊不过来问我。哦，一直看他真赤，那个吹路诶，一直看到你卡吹聲，那無看到你面，所以你面冇咩要緊，我看卡吹聲啊。係啦，如果我就我哋種真係專業啊。哇，所以比我從前 Malaysia 冇睇看到哦，我個你個咧，我聽伊講是有睇看，比有幫馬賽克啦。哦，冇，誒，我看呢版本冇嘅喎。哦，哇！啊，你嚟聽講佢之後大看啦。對，講咩之後？都吞緊了啊！老姨吞緊了啊！老姨，那落跌咗，我講。老姨落跌咗吞嘅了，老姨有保留誒。笑㗎你！我啷特別講嗰時候時，去看就無正三無正確是老姨呢？做嘅老姨呢？啊是 boy 啊，唔是 boy 啊？誒，特別係先啦，誒，即係梅冷本好。啊是老弟裝。我這裡這個角色真係有真濟可能性個有真濟新鮮味個我攏看哦。哦，係啦，boy 啦，對。對，直接買。阿妹有一道吼是甲我甲 Frederick 誒迄場戲吼。啊，我看到伊目睭，我是哭甲阿媽都袂認嘅咧。哇，係咪數咧講話哭甲我要死啊！我看了哦，阿 boy 嘅羅迪莊嘅卡親我，挺巧咧。我做鬼啊！有誒，無卡咧，我有看有無卡咧。哦，真巧咧。真水，贊成。哦。想用出去拍伊啊！就要入出去拍，要去劈伊下嘴，要去劈你下嘴來。咪姑，啊，咪數，你講你看過往嘅戲啊嘛，你會使 interview 往嘛？對。所以你看到這出福建戲 ，which is 唔捌做過嘅，變咧頭一出福建戲，本是啲戲台。所以你對往嘅這出戲嘅 impression 係安怎？即係我冇看過，我唔知。你對出戲看咧，你感覺真正感動喎。真正感動，我考幾日刀個，我看幾日刀啦嘛。有考啊？有咩啊？誒，學人考啊？就是就是演員做人考咯。演員做人考，佢哋講。教人誒，其實特人嘅角色本真正 strong 咯，樣嘅。真當伊教人嘅角色真當。味素真當，阿吉諾摩多係真濟。了，我是感覺到呢，即個話題呢是真正重要嘅話題啦。特別咱出較濟做長人嘅，無愛講嘅物件，較濟厝內物件、家庭物件，甲咱掃到啲咧邊啊，放一邊你知，了無去講到。這個話題呢是特人，若是你會感動到，你厝內若是捌經驗過，細大本好啦吼，有經驗過，你可能告訴你對垃圾掉，你會成日去替人聽咯，你看下這，所以真正感動，是講你厝特別有安尼發生安尼大嘅事，你個會垃圾掉，你細嘅事本好吼，你看到這戲啊，伊會對哪一隻字，了這第要緊嘅就是講吼，無插你10年前甲你至少罵過講過一句話，無去刷掉，無去解決掉嘅物件。你人有可能當今特別也去電話拍互你知，甲伊講sorry，啊是蝦米後要接咪等到上晏咧，是無機會，甲來無機會講嘅。我真係，哎呦，那是我有啲邊頂我報價去看。報嘅，你人咧特別嘅邊咧，若是攏要去看這出戲咧，下禮拜我人都會參詳，即個海基線內，所以若是攏有看呢，人若是5月4號去看，若是我即個禮拜六咧，我就落5月4號，就拜六是幾號4號？不6號咯，6號咧就錄音，喺錄音咧是關係有去看過人，會使起來參詳這出戲，一下禮拜是棒啦，所以我真正感動啊！
哦，所以你講我家別 Frederick 嬲紅啦，入派啊啦！我人嬲紅嬲甲感動人啊！啊，人看了好啊！特別無啊，做戲時做戲裏面嬲紅甲人被打很好啊！戲裏面無啊，戲裏面你學點訓練過啊嘛，學戲裏面 OK。แล้วดูจีบซิมไม่สิดู看過去แล้วเลยไม่กี่ดูนั่นสิ講บอก講180分อี聲你做戲做好แล้ว人都未記嘅。就被記了。誒，個這出戲啊，周傳潮，你知啊？你近先，我好聽，我就等謝。哦，你不聽，放你聽。你很感動咧，誒，冇聽。好誒。我聽到幾條，聽到淡薄呢。好咧。啲 radio 有啦，Melody FM 幾條誒。Melody，你開 Melody 就有誒，every day。有啊，當然有啦，大節目有。幾點？大節目有。冇大節目有，伊無伊 random 嘅 random 放嘅。哦，你開10時點正單咯，你 radio 開到10時點正嘢啦，單咗。OK，真好聽咧，我聽了蠻好誒。早一禮拜是咱誒 director 有講，基本啊講安怎，伊這條歌安怎寫，名下攏伊名做 David 嚇 David Koo 寫嘅是伊有講安怎。這句安怎寫掉咯？啊，報嘅人，別人看這句人聽到這條歌是白油的碟，上邊人嘅白油的碟，還沒過來。感謝你，感謝你啊！是咩？是啦，這條啊，對，是啦。這是蔡妍捌聽過嗬，個當今也是。我捌聽了咯。哦，我聽到淡薄。我看 MV 了咯，我看 MV 了。哎呀，是啊。嗯。安怎攏安尼個了安尼看你攏通看我個，我冇通看。誒，留意冇通看。Facebook 是噃。留意啊，尋 Skype 都未有，係咪？哎呀，留意嗰部。我叫我驚未得住見我，跟住媽咪愛 Skype 未有，因為嗬 Facebook 有啲 MV 了咯。啊，30秒誒，特別當是咩一條呀？我當今30秒，我人我看咧，我人 lock 掉啦。MV 3個月20號出。對，當今人 lock 掉，我人 lock 掉嘅時候未出啦，特別啊，特別我接觸戲班嘅時已經有啦，幾條歌。咩 PFB 啊？我我本每都對讀了一卡吹啦，啊，落地咗那個吹，你做，念念不忘嘅卡吹哦，你讀了你用你卡吹來演啊，你講下你這個角色誒，你安怎做嘅事，你安怎準備這個阿寶嘅這個角色？我用應該是講正長嘅時間去準備你卡吹。你用正長嘅時間來準備卡吹。啊，你是愛準備本啦，我人看到嘛，反正真係愛我用愛講長，我冇講正長嘅時間啦。有時中興會來找我，甲我講，這個角色是安怎有淡薄蝦米經驗，有意見對蝦米路。但因為我家己嘅人生這搞個10幾歲有拄過蝦米真歹嘅事啊，還是蝦米？本來應該出來是對我來講，我家己本嘅感受都真濟啊，因為我厝本真大，對。我出來人甲了，甲這個戲內邊真濟人有真活啊，他的故事。所以做起來是我用時間愛入去這個角色是有淡薄艱苦，因為我唔知人講笑嘅人是安怎，然後投降嘅人是安怎。有時大路邊家己看迄個小人啊，怎家己有時迄翕戲整嘅三個字，真係是無去參朋友，就家己做家己嘅物件 ，try to like 一個人過家己嘅 life 咯。你去感受佢。哇，你係認真嘅 professional 呢？你做過咧，即出戲啦，人家人攏對啥看有，不到看到啥人嘅落，看到啥人行，是你對伊人有無相嘅看法了。
其實我冇有淡薄我 feel 得袂使去驚咯。對人就袂使有頭一個印象講袂使去驚先。因為大人不有伊後尾家己嘅故事，我唔知嘛。對。是頭前我做一個角色，我 feel 到哦，我唔知伊一個蝦米事嘅海邊啊，能翻去。就是去關心較濟身邊嘅人啦。博雅路，愛你。喂，好可愛，啾啾哎，這博雅囝啊，博雅囝啊，啊是。媽媽，我愛你。哦，媽媽啦，這是老姨嘅囝啊。蔡妍的查某囝。蔡妍的查某。蔡妍查某囝。哦，好可愛。我也愛你，我們也愛你。蔡妍查某囝冇被做戲啊，差唔多。走去了，伊做過了咯。做過了嘛已經，哇！伊哋我巴肚就做了。是啊。伊出事嘅 video 是啲電影嚟對。哦，翕掉起來啊！你幾個仔娃？一個仔娃，一個仔娃，一個仔娃呢？嗬，一個啦，幾歲了？伊兩歲啊？5歲。5歲啊嘛？如果講我哋出邊。像個甜咯，改嘛像咯，像甜。哦，像個甜，有你像哪甜？你馬有派命邊啊？冇啦，開玩笑。我養嘅老爸。我哋校長到這邊嘛，校長教人講福建話，所以我俾梅蘭看了，我係嗰時個邊啲福建嘛，我俾梅蘭用。邊啲福建嚟做戲，讓人有蝦米經驗咧？經驗佢蝦米咧？我特別做咩功課咧？有蝦米經驗啊？蝦米經驗啊？有頭一擺就做咩特別嘅物件啊？你做掉是拄到咩功課啊？還是 interesting 啊？趣味嘅？讀到我笑啊！讀一個句哦。啊，咱嚟老行嘅成嚟講，老行嚟講成。他咪跑，他講咩鋪會啊，拖會。鋪會。喂，不會。不會嘛？變零咗。安怎講不講袂好哦？頭一擺甲校鳥教迄陣啊，伊教我迄陣安怎講？女。嚟講下，攞你老行嘅講。曉嘅。會曉講特別講南部嘅，伊要做較共好料咯。是啦，因為我人習慣了講，我人家己嘅講法了嘛，了這種一轉我轉袂來啊。哦，蝦米物件共考咧？得住你講下，得住按蝦米做咩屬於人嚟共考？得住位共考？因為我人成日我人講媽媽阿媽。แล้วเป็นเรื่องสิ講媽媽，但是我人愛翕戲，我人愛做戲種哦，個別安尼做啊，就講個媽阿媽媽媽，就講袂到媽媽，แล้ว話真家己本激心嘛，聽了哎呦，安怎講袂好？哇，咁苦惱真係。我 forget it 咧，我買了，我買個學了，我 upload action 嘅陣啊，我哋想。action 咧我就冇關了，安怎講了，我冇關。後面出啦，然後你睇人哋都後面又別講，後面別講後面話是較konkret講出來啊。神馬真歹講。是咯，講緊咩愛甲後天燒馬了。冇啦。我是愛頭前面前靠呢，我好了。我係頂厝了。我未校長啊，校長你家己經驗咧，你對經驗你感覺到係咪 as a linguist 啊？你家己 study 一個邊啲學嘅呢？你發覺到一人安怎係咪數同佢講，然後到一百同佢講。因為人家己本身有家己嘅腔咧嘛，像第明顯嘅就是咱南部甲北部嘅福建話咧 ，A 甲 O 是到頭邊嘅，人講袂使，人講袂使。哦，所以咱嚟講袂使買，人講袂使買。哦，對，迄個意思咯。哦，咱講菜杯，人講菜杯。菜
菜杯，迄個無想，菜杯，啊，你有咧是啥？鹹菜杯，鹹菜杯，我煮鹹菜杯，哎呦。你 OK，來我即個菜人你講下，有蝦米字？你講會時你感覺到哇，真係坎坷嘅講出來了，你即係煮鹹菜杯啦。嚇，แล้ว你出來咁樣講咧？我煮鹹菜杯。哦，煮鹹菜杯。豆嘅福建話嚟。我是豆嘅福建話啦，對，豆嘅是豆嘅福建話。豆嘅是我人平常時變咧福建嘅聽眾。伊特別嘅邊起來講話，因為伊是廣嘅人嘛，所以講話。對，廣嘅人跟我講，伊能跟我講，跟我相想，跟我相想，你菜人你個想法個係咪字個？แล้วบ่อย咧你想下面你菜字。而家菜啊，咁啲菜我煮係咩啊？我未記了煮蘿蔔。蘿蔔，一個咩連物件只愛物件嘅，係啊，只愛物件。蘿蔔鹹菜杯，蘿蔔鹹菜杯啦。個咩啊？四個湯。滷馬仔嚟咩？馬仔嚟食，我那是嚟食，你人講無像咩？人講無像咩？你講咗咧冇？我馬仔煮鹹菜杯，你嚟食。對。馬仔我煮鹹菜杯，你嚟食。好啊，搞。講到我起笑啊！冇呀，你係咪幾句哦？我頭一擺聽到福建檳城福建，我掉青驚啫。我朋友，老蛇西啊！我係 colleague 是 from 檳城嘛，頭一擺甲檳城人哦。然後伊甲我講福建話，伊講嘴，還沒嘴，想啊，咩想？你唔使講頭一擺，咪即係講頭一刀，搞啊，掉青驚，安怎想會變個嘴嘅？赤驚哦，啲赤驚真係是，哎呦，幫車赤驚，真醉啦！我人有真醉。你唔係想講，安怎我無啉酒都無醉，安怎有醉？就是咯，無得醉。特別咯，因為你有檳城福建，有朋友講檳城福建有可能會幫助到你學檳城福建話。淡薄啦，因為伊做無偌久，伊就去新加坡了。哦，醉 ，OK。淡薄咧，有啊，我有一個 friend 叫 Elaine 是做costume 嘅 Elaine，伊就是做那個 production 海基線內 costume。哦，伊就是檳城人嘛。哦，但是伊是講福建話咯。但是伊福建話是少了嘅哦。伊是檳城福建啊。無漂了，無參咩？無參，伊是檳城，伊是漂檳城 ，OK， 伊 husband 也是檳城人 ，OK。是咩？係啦。哦，我想講伊參了，但我甲伊講潮州話啦。哦。打潮州話。我甲伊打潮州話。我講是潮州人。誒，你打潮州話較好啦，嗬。誒，袂使，這是檳城福建。福建都補咗你講先。我都看到了，感謝你。感謝你，我都啲看到了 ，Astro 幫掉。校長嘛是真有心啦，伊有耐心教我人啦。對。校長有嘅嘅冇清術咯，嘅電腦術咯。伊無夾清術我人啦，伊是夾刀綁到伊個地步下邊哦，拄着我人啊，你講好勢哈？你看你就聽無，伊是講夾清，伊是講夾雞毛清啊，你就聽到。雞毛清啊！雞毛。我未少女個，所以我未使上學。簡單啲。但係咁我未少女個。我哋平諗好好嘅，亂。校丁咧真係是好好嘅，伊帶我去食，伊帶我去伊做工嘅面頂讀書，伊佢帶我去食。哇！頭你睇咪食面，你檳城食面，我未諗諗是到檳城人，還是講到底吉隆坡大咧嚇？伊叫我伊帶我去食那是乜？哦，得是家食啊！係啊，你食出名啊！
佢哋銀行街。哦，銀行街邊，我諗 hippie 入邊啦。冇都未使幾時我佢個花車坐話咧。哦。伊要找一個較掂嘅所在來練嘛，所以我坐埋對伊邊兩擺開一間 studio 店喺呢個裏邊。哦，店呢啲啊，成個店呢啲嘢，係啦，每球機嚟可以質量啲裏邊。哦，哇，大擺哦，係咯，真大擺哦。哇，那攞嚟講，大兵車，誒，我早就嚟了咧，我就是特地不嚟愛咧。哇！十點咩？差點肉。哦，你蔡妍，你學勁講得真好啊，該講點樣啊？啊，像啊，係是嗎？因為你人講學別人學見嘛。對啊。嗰陣時我跟 Frederick 做嘅時陣 ，Frederick 唔是講別人學見，我就嬲紅了咯。一嬲紅我就嬲紅咯。But to me is good 啦。後擺我去變咧，我 automatic 會變啊。哦。是，我也是咧。你會寫 automatic 會變咧。哦 ，transform 會變呢個聲。哦。高一個字真歹讀誒。哦，哇，好好。哦。哎呦，讀到我死哦。好，我好好。好好。對唔對？唔對。講嘅唔對，哎呦。對，我好好，對，哎呦，one octave higher 咗了。你冇，我學啲太嘅，你冇講嘅啊，你冇快啲嚟，好好，就對了。你平時冇講嘅啊，就係看讓南方冇講嘅。就是啦，你嗰時 one octave higher 啦，我嗰時，哇，好好好，好，我真好，哇，好好。好，我真好，哇！你人到底講已經有講福建話咧？你特別我聽講留言嗰時就特別驚特別你講就係你背哦，唔用福建話。是我只顧唔講福建話了，我講福建話 hippy 那個10年冇 hippy 了，我用一轉嘅。啊，講下你經驗，講下聽你經驗。特別我冇拄條後點，我冇拄條後點。哦，冇拄條後點。有啦，我拄條路，我拄過路，你架 Chelsea 嘛？我架 Chelsea，我都教路，我嚟先。我冇，你咁生出過啊？邊兩嘅人冇需要嘛？哦，邊兩嘅人冇需要，我冇教過伊嚇。我拄到亂。冇教啊，你問教啊？我不要咬我問教啊！我就想協你就水嘅咧。哦。哦，thank you，好啊。我洗頭錄下。你講10年冇去，你去嘅時候就冇驚，你啊？哎呀，會驚 ，because 冇 confidence 嘛。anyhow，好似我本時整我能力做個地好咯。anyhow 是有10年冇去，แล้วก็就有申訴 ，and then suddenly 個講福建話，แล้ว福建話都講我正教，我本冇講教嘅，我參你就係啷個參韓啦，個參 English，一個參華語嚟講嘅嘛，冇得個參潮州話。So I completely only 福建，伊人本解我正謝。So 我本 try to change 咗，好彩我 script 冇借 ，because 我唔係心理師啊，心理戲嘅了，嘅了是緊住。你小妹，我較臭些就是我較濟話講。我甲我小妹鬧人難分難捨。伊講較濟話，伊較300嘅。300。我開始所以我就開始點嘅，冷靜派嘅。細個嘅成個玩嘅咯，細個，我看到細個嘅時候我較記。300。我是老哥，我哋暑假上面，我哋暑假就是，哎呀，你咪拍節啊，拍節佢別細個嘛。係啊，臭死啊！我今日直頭拍節佢別細個。誒，臭死臭死係福建話字真好。福建話真好聽。Very sweet。哦，平寧啊，伊是客湯and then，伊不要看 Mandarin 嘅咧，就係台灣奶。哦，呢啲 romanization 咧。哦，哇，搞。但要福建話 really completely 是準嘅。我聽了真係伊聲真好聽。我就是唔敢。聽了真係 stress 啊！我stress。我就是冇聽起來冇學面咯。
伊福建吼，无啦，我本有叫伊，我是看，因阿姐我叫伊人安排几那人嘛，所以我看人点声下，伊家起来咯。你只欢喜都人起来咯。你啊，即个落地咗呢，你對曉講福建話啦嘛，你做事有係咪有講福建話，你感覺有咩無像我咧做戲？我係家食冇講正字話啦。嚇！即係家食冇講正字話，講福建話冇講正字問題啦，actually。冇問題啦，講話。你如果你是唔是較早嘅時你有做過白出戲哦？未翕即係幾時內事？我唔捌做過戲。有可能睇看個關係，即人翕戲啊，是伊人關係用講Mandarin 啊，還是講廣府話啊，還是講阿莫話做咧戲咧，紅響咪講福建話嘅感覺加青淡薄啦，佢冇咩順嘅呢，你較少翕過翕戲講嘅呢。講較青話應該是過後來大 KL 啦，都講咯變較青咯。但係對廚師較濟是講福建話本啦。對嚟是個在殺到對個在成個只食到對。對呀。你人別人因為都唔是講讓自己福建話啦，讓講福建話嚟做戲咯，話曬有清差，是讓已經不出戲不翕過用福建話講過嘅你。頭一出啊，咁樣啦。頭一出啊，我有做新加坡嘅戲，有淡薄講淡薄福建話，特別唔是幾出啦。唔是幾出對，因為新加坡也是跟咱相像嘛，就是真多 language mix mash 嘛，所以平時就是講淡薄福建話，淡薄人，淡薄阿嬷，淡薄。黃到冇看見，你看咯。嗱，看呢這裡有講這裡有講到華南話嘛，華雅華雅有講到。有。華雅介你。我有拍。자가講話。什麼？介你另外자가講話是你去。講淡薄嘅華南嘅。Ini dulu rumah saya. 對，你Proton Saga 還緊咗啊？我 no power steering jalan 轉到我超嫩啊！唔使講超嫩啊，超女啊！弟弟愛 U 燈啊，啊未使這個的未使過來一擺過 U 燈一擺，哇超女啊！哇你未講你做啊？這隻戲超過大機戲哦，大細機啊！你讓我未讓做啲 production 嘅時候，係咪物件好笑嘅？告訴佢講寫，講人講話，好笑物件，還是看有一對你真正你永遠會記掉嘅物件 production 嘅時。唔會。你迄間studio 內對翕嘅咧，我手安尼輕安尼點動，迄有物件會點動嘅咧。咩物件？講我聽。鬼啊！牆壁會點動嘅。牆壁會點動嘅，Wonder Woman 啊，真 powerful 啊！安尼款輕鬆，安尼款。拄一個伊就點動了，其實吼，我安尼款拄的時陣，我後尾10幾個人甲我拄咧。Wonder Woman，伊個 wheels 歹去嘛，伊個輪吼歹去了。我安尼款點動，我袂點動咧。你人講 OK ready 哈，演愛點動了，即2、3，輕，我輕鬆，咱10幾個人喺度拄咯。你是唔是係你做你先都幾確定係都十一嘅時候，你哋後尾點去讀了？嚇？聽無？你唔是你最先都是去教你 set 嘅時候，佢一講呢，講嗰時都十一嘅，係嘛？對。啊！你當兵翕啊，得一格嚟，係平時啲 studio 嘅 set 是得一格。阿龍仔，都一格。阿龍。我上面記錄講嘅是到到會啊。我講你 studio 嘅 set 啦，你也是，伊是老戲場。哦，大華入面啊，都大華入面。哦，你是大華去嚟啊？我人後端有翕咧。係啦，後端咪是我。
四中四咧，我嚟後端我哋那邊做 producer 咧。嚇，笑笑，丟。我甲唯一有話講嘅啫，我喺裏邊。有話講嘅咧，我緊張啊，後跳追我緊張啊，我好驚我緊張啊。我同你講，見到天生咧。張軒教我講，因為我感覺我自己做戲特別誇張嘅，咁啦，張軒教我講話，你做嘅咁聲咧，你唔係扮上這感情落去。哦，因為你是要掛白，你是要掛我。你笑戲啊！你我笑係我扮上鬼魂啊，唔係扮。問啦，真係冇咁正義啊！要起來。哦，誒啦，哇！一做未歹咧，後端未歹咧。有感情啊，有感情，未歹。邊你學嘅你聽講我要帶你去房間啦。邊你學嘅聽講，時都未看咧。啊！但是當要看後端做戲咧，特別去看嗰句時候，要緊去買單看下，了了，你嗱個別人咧，別人有蝦米趣味味，其實講都翕你咧無正確誒先嘅時有蝦米特別嘅經驗冇咧？有我是無講正歹勢啦，但係 set 裏邊有別人嘛，有做 wardrobe 啦，你有因為愛情調無，actually 人也是無歹勢，我是無歹勢本啦。你講你無，你講你都綁掉啊！我見你講，因為大家都問我看愛用黏紙黏，我講買來黏，我講成個怪怪，很無。你有影無黏物件，我講到綁我見你講你叮叮咚咚，我見你講。我就是咁樣嚟講啦。哇塞！你先一個老丁肯行去阿妹就認定嘛。你都行阿妹，應該會翕到係你 wardrobe 嘅人，你都行咗去，我見到佢哋查某本大內面搞俾。講緊了咯。你冇看啦。一樣嘅目睭成白針啊！伊人成白針，伊人看到落地裝啊！一看到佢掉落地裝啊！個腦咧幫成識女。我被 control 啦。哦，你哇，明本啊，你是明本啊？誒，我講聽啦，你若是當今讓我去把你做你 promotion 係咩啊？我唔知攞嚟講就即係話題咯，其實咧近入邊咧學勁嘅同講出嚟嘅話題。你讓別個人咧睇人家老姨呢，有做戲時有蝦米記錄印象在當嘅。我有地方是床上戲用嘅講真嘅，嚟夢情戲。夢情戲。做先。然後我就想，我其實翕三支片啊，吧都，但係這裡冇啦，即係 kissing scene，and then 望部頭嘅了，我冇阿 John 阿 Net 武打 professional， I don't think 情對 blanket cover。I don't think you make it the cut 嚟，這 scene。Yeah, I'm not sure because 我看到醫生加中國白播映嘅喎，中國會使嘛？I think。哦，是咩？中國、香港、台灣。I think 你美國咗，那人看嘅是會上去你。One of the Busan in film festival， 對，所以人嘅 version 較無相嘅。Malaysia version 呢個我講係 because one 是本是有 part one กับ part two， part Malaysia 是 just kissing，and then other countries 是 more than that。我特別去緊，我俾佢講你 executive producer 偷過隻 director's cut 啊。係咯，咯嗬。冇做自己拖住到背到背對去。哦。哎呦，俾啦，哇！冇本錢，了 OK， 了你人感覺到做工甲中興做工安怎經驗？其實 very 真正好誒，個真正安怎講有 patient 啊，真正有耐心啊，冇脾氣，好好甲你講個了，解釋互你聽，一人慢慢甲你講，叫咱徛邊啊，國旗啊，對。甲人去國旗，一人叫來，甲你傾，甲你了解你故事啊，喏。我在 interview。伊是真嘅有真正有心嘅 director 啦。
应该收起。意思我看意思是，尤其是这部戲來翕，然後這出戲伊是用心來翕嘅，這出戲咯，伊家己嘅故事哈，特別伊無伊免等誒久啊，早翕去 commercialize 就只用翕啊。所以安尼咧啊，應該頭頂落下面咁樣模樣哦。冇啦，我係就個了嘢咯。OK，你後面有看到個了嘢。後面物件是我唔知哦。後面叫我唔知哦，又唔知。啊是你家己嘅經驗咧，你到底去點？佢家人去譬如後面經驗，你整啊就特別嘅呢？我感覺咁特別做呢種歡喜嘅咯，你覺得人真 nice。哦，你無地方。嚇？你無地方啊？我係最愛38度嘅。冇啦，我同你講有啊。諗做啲機會學話咯，都佢夾人講我有做啦，係啦，我硬起來了，我就會使人講話咯。當然我冇名聲噶嘛，咁我唔搞。你俾協攞出去啊？梗係獨白啊！你問小就特別代出佢念。喂 ，sorry， 我講 Fahrenheit， 零嘅嘴。感謝你人來到邊啲學見教人拍球，我感覺了對，因為邊啲學見聽眾，呢就是應該去支持人嘅做戲咯。了感謝你來教我人講，你人做戲嘅呢個經驗，你人會教，你會教咪咕，感謝咪咕。或者若是有機會，對人是我送人講隻咪咕。我是嗰隻咧，就是嗰隻。所以我感覺咪咕真水。哦，出味哈。出邊，感謝咪姑，出邊，感謝我啦，感謝 everyone， 有機會甲拄了去支持各位聽眾去支持，係嘅，去看 ，Thank you， 感謝你人啊，貼夾時間出來甲我錄音。Thank you，會記啊，大家支持係幾時咯？特登有去 call premier show 哦，咱做啊。哦，幾號啊？梗係的。嗱，幾號啊？邊年學28號，今年27號。你人有可能會拄到邊年學嘅誒listener 咯，因為我人有學單到底已經學起啦哈，人by the time 結束講過以後嘛，人 premier 嘅時候，我人有學10條單去學我哋聽眾去看，甲人報告10嚟加邊年冇5條，10條單20條單，所以有可能邊年學嘅聽眾會去看到人。感謝人嘅時間，感謝，拜拜，感謝，拜拜，拜拜 ，Thank you，拜拜，拜拜，拜。你咪是迄隻出得 dance 嘅 director 啦，我係大哥嘅後生啊。啊，你出名，我跟你老爸吃，別怪啦，人嘅名你可。我做掉，咱係整你個數。成家阿妹你看病人們看到白虎鬼嘅老小面，小人冇嘅聲咧。家己出來人分袂使相信。你袂留淡薄面水互我人嘅咩？你會死啊！無翕這嘴字，你會死啊！如果有回聲了，救你家己先，了解救到 Vivian 嗎？咱的歌，甜蜜甘苦的心聲，幸福平凡才是人生的意義。是我的囝，還是我無使用伊？還有追使用伊？幸福平凡才是人生。